后礼拜六3月7日，就是南投立委的补选。国民党的林明君早起开记者会，批评对手民进党的蔡培慧身为妇女，但是拢无替女性来发声。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嘛伫咧台北开记者会，讲林明君是一再欺骗讲白贼，本地讲敢若家己只有一栋好体，但是其实是有2栋。 南投立委补选，民进党籍候选人蔡培慧下早来到一集扫街拜票，甲乡亲盘烂。民进党中央党部伫咧台北开记者会，骂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对手林明君。请问你口口声声说你买给你儿子林如宾只有1栋豪宅，我们去查证之后，总共有两个牌子，林如虹拥有其中1栋，林如宾也拥有1栋，所以请教。 林明珍先生明明就是2栋豪宅。民进党指控林明珍一直咧讲白贼，因为伊本正讲家己敢有1栋好野厝，不过认真讲是2栋，要求林明珍出面讲详细。林明珍下早来到南投菜市啊扫街拜票，对民进党的指控伊安尼回应：如果他有任何疑问啊，任何违法的问题啊，他去请检调单位来调查好不好？ 不要再一直抹黑，我现在准备要提告。林明珍无欢喜讲，无老实的指控有可能提告。国民党嘛伫咧南投县党部召开记者会来给对手蔡培慧。女性争议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静悄悄，什么话都不敢说。好，那蔡培慧呢？你身为一个女性的从政人员，你真的没有想到要为女性发声吗？ 国民党指控蔡培慧弄榴莲，讲民进党传出真侪件高官的见效台，真侪证据，民进党嘛无对外说明清楚，敢若无用替蔡培慧伫咧助选，而且蔡培慧嘛无替女权发声。后礼拜六南投立委就要补选，哪里讲红愈战愈烈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